83课，歹的萝卜。有一摆，耶稣的一个学生甲伊问讲：我着写面我的兄弟到几摆？耶稣讲一个故事，互伊听。马太有写一个譬喻，天国是亲像一个国王要甲伊的萝卜算数，起头算的时，有带一个欠伊1000万银的来。迄个萝卜无法度还1000万银，所以伊的主人明明就卖伊本人甲伊的母囝，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还。迄个萝卜听伊讲安尼，就拍落拜托伊讲：主啊，拜托你宽容我，我要拢总全。伊的主人就宽容伊，搁赦免伊的罪。总是迄个萝卜出去，拄着伊一个当做萝卜的，欠伊100个囡仔，得到赦免的迄个萝卜掠第二个萝卜，找伊的颔棍，讲：你所欠的就是当做萝卜的，拍落，拜托伊讲：拜托你宽容我，我要还你。总是伊毋肯，伊搁找伊的颔棍，就去甲伊拐落监狱，来填报以前所欠的。这个当做萝卜的看见这个代志，就由文去甲主人讲：你赦免迄个人伊所欠的1000万银，你拢总赦免啦。总是伊真歹，伊毋肯赦免一个只有欠伊100银仔的萝卜。伊找伊的颔棍就去甲伊拐落监狱，来填报以前所欠的。这时，国王叫迄个歹的萝卜来甲伊讲：你是一个真歹的萝卜，我赦免你的罪，我赦免你欠我遮尔济的罪，因为你拜托我宽容你。你是真歹的萝卜，你也着怜悯甲你当做萝卜的，亲像我怜悯你共款。总是你毋肯赦免伊，你找伊的颔棍去甲伊拐落监狱。迄个国王真生气，伊甲伊的兵仔讲：去甲伊拐落监狱，来填报以前拢总所欠的。所以兵仔找伊的颔棍去甲伊拐落监狱。这个故事讲了，耶稣讲：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你的兄弟，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。